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7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连载。一风台过后，落雨较真严重的南投仁爱乡，今仔日同款停班停课，相关人员使直升机继续送物资甲抢救。世界冬棍大陆赢伫咧南韩举行，因为惊受到风台卡路影响发生灾情，今日主办单位也宣布所有人拢爱撤离。日本前首相也是现任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人，今早起来到台湾访问，也会见到正副总统等人。讲到这风台过后落雨落甲真严重的南投仁爱乡，今仔日同款是停班停课，相关人员继续伫咧抢救。空勤直升机今早起7点的时阵，有载500公斤物资进行2届空投，也有甲一名有心的护林人用直升机载走送病院。也若讲到南丰村即届要修成的卡马路受损是真严重，也若伫咧罗山温泉区内面呢，超过98人因为交通问题掉伫咧内面。救援人员将500公斤的物资送去空勤直升机，随尾送去南投仁爱乡。先伫好天园放200公斤的物资了后，搁前往罗山送300公斤，也甲身体无爽快有心人送罗山。我是心脏不舒服，心脏不舒服啊，现在有水电是完全断电的。卡路风台带来大水雨，南投仁爱乡的灾情是真严重，几若条道路也搁咧抢修。立行产业道路阁有几若大崩落，目前发祥村、立行村甲翠华村的交通拢断站。若伫台14线埔里到雾社段的75.9公里处，7号又阁有路基落落。农损的部分，根据农业部农粮署统计，目前南投的损失就超过1亿，其中以南丰村上严重，包括果子园或者是种土马豆的温室。伫即摆毋是农产流失，就是硬体损失惨重，互农民是真毋甘。有诶冲掉呀，河旁上严重的是拢我飞了去啊！嘿，即声开嘛阁济啊！若罗山温泉区目前虽然天气稳定，毋过塔路湾溪的溪水也是真错流。南投县消防局表示，目前受困伫罗山的人数有98位。因为交通断站，会想办法用其他方式把因接出来。我们要架绳索、流笼，大家考虑那个架设点的问题是不是安全，这个都在我们考虑之内。或者用从后山高绕的方式，从另外一个区域下来。南投县消防局表示，目前罗山的人员拢安全，物资也有够，会结合救灾资源协助人员脱困。记者南投采访报道。来看云林的保仔寮渔港发生这20年来上界严重的海水倒灌，沿岸渔温拢有受到影响，对当地渔民算是上百万，甚至甲这车路的路基呢，冲出一个40公尺长的坑。县政府表示会赶紧来抽修，也若渔温的部分会向中央申请灾害救助，也若讲到这爆坏的部分，会搁再做规划，看敢要家做较悬哩。受到天文调位卡到风台过境带来西南气流，保仔寮渔港漏水位达到2比4，比平均漏水位1米7悬出真济。地处海水上水墙倒去到附近渔温，有用10号2公顷的渔温全都淹掉，蛤蟆仔、鱼仔拢流失，损失就8万。拢规个拢瀑布啦，像无看到路安共款啦，规条路啊，困啊鱼啊，鱼啊拢流了去，啊一晚10鱼啊入来，海鱼啊拢死啊，即区目前就300几。安怎改善咱的渔港吼，解决这淹水的问题吼，靠湖乡有9大养殖区吼，咱下轮养殖区面积370公顷左右啦。靠湖乡公所表示，当地保仔寮甲台仔外登记一刷，顶个月才向县府申报，希望清土所方便渔民出入。即摆所登着大楼地处海水倒击，那部分渔运损失惨重，马海附近车路塌坑40多米长，需要紧急抢修。
灾害阮会赶紧来抢修啦吼，啊地方公所甲县政府大家拢会极力配合吼。保寮渔港、台湾渔港是毋是外移处理吼？啊，这样来给抽沙造陆，变成增加这个土地的面积啦吼。那当然大家思考安尼吼，阮嘛会针对这个部分，阮嘛会来做一个通盘的规划甲检讨啦吼。云林县府表示，这个月底有阁一摆大楼。目前县府会先修补路面的塌坑，统计渔民的损失甲附近受损的爆化、排水等等设施。统计了后，向中央提出再要福建补助。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讲到这卡罗洪台离开台湾了后，是搁在第二届侵袭到日本的沖縄话，造成真侪航班取消，上千名台湾旅客留伫咧沖縄话是几落天。其他的航空公司有加开大只飞行机，会当甲全部旅客载回来。也因为这洪台期间呢，这电话信号无好，就一寡旅客袂赴甲旅游不便险的时间搁再延长，所以变做讲留伫咧沖縄话这段时间，这费用可能爱家己来负担咯。飞机降落桃园机场，旅客行过空桥，返来台湾心内拢真激动。卡罗洪台路线真怪，随时开始第二遍侵袭日本的沖縄话，伫咧当地造成大风大雨，互日本叫做第一怪洪台。受洪台影响，上千位台湾旅客掉伫咧遐。卡努台风就经过嘛，又回转，又转回来，所以这边在冲绳就是卡5天。也是有蛮大的，而且风真的很强。我们那时候住那个凯撒饭店，整栋的房子都在摇。风很大，风很大，雨很大，然后我就待在饭店里面，待在旅馆里面。然后机票已经本来已经确定好说可以坐什么时候飞机，然后就被取消。等真久，总算会当返来台湾。旅客讲加开真侪钱，若是机票，因为风台信号无好。有人无占到旅游无方便险的电话续补的时间，调伫咧当地加开的钱超过3-4万块，拢爱家己出。多待了几天？多待6天嘛，对，加了1万多块。一个人1万多？一家人4个加1万。那这样多待6天，多花多少钱？多了，很难算了，都算不出来，都用刷的，对啊，都刷爆掉。对，都可以去欧美了。总共待了几天？11天。原本是打算去几天？5天。那这样一家4口多花了多少钱？都花了大概1倍吧。多了30万，不止。应该不止。卡努洪台内乱，造成沖縄话航班规个拍干，将在旅客留伫咧当地无法多待。华航伫初7加开一台班机疏运，加上正班机加延后正班机，差不多会当载1000位旅客。长荣甲新宇航空也用大机型载，希望赶紧甲大家拢载带。记者综合报道。这卡罗洪台已经离开台湾，不过西南风引进的水汽，中南部要继续注意这大水害问题。气象局也针对着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他所在是高温烧热、恢复热天的天气。气象局也要提醒讲，这桃园以北一个东部地区，今仔日高温有机会冲到38度，也要提醒民众出门就要注意这防排措施，才较袂着煞。卡罗洪台离开了后，这礼拜天气阁恢复热冷的热天气候形态。不过气象局表示，受到西南风影响，水汽增加，中南部地区就要注意会落地涨雨，北部山区过道无可能会落雷公雨。南部地区的时候，还是可能断断续续有些短暂阵雨。气象局也持续针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雨特报。水汽最多的时间，我们预计会是在礼拜4、礼拜5的这一段时间，全台都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出现，尤其是西半部可能都会有局部性大雨发生。气象局表示，这礼拜天气无啥稳定，西南风会一直影响到拜六，才豆豆减少，雨水才会较少淡薄。另外，北部、东半部高温烧热会感觉较翕，提醒民众就要加补充水分，细日唔通拍着沙。北部跟东半部因为是西南风的背风面，所以今天高温还是比较高。我们持续针对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地区发布高温资讯，尤其是在双北以及花莲、台东，有可能会有局部38度的高温出现。气象局嘛提醒，目前伫西北太平洋海面，阁有一个新的热带性低气压，按算拜日就会结束风台。不过目前离台湾要真远。如果伊的路线会往日本东边去，目前看起来对台湾应该袂造成影响。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童军大路营最近伫咧韩国举行，不过有传出着吊沙网啊加等等的问题。英国、美国等国家呢已经有甲因的童军成员撤离营区，咱的教育部也讲要撤离。另外，受到讲这个风台卡路影响惊发生灾情，今仔日主办单位也宣布讲，所有人拢爱撤离。第25届世界童军大龙营8月7日开始伫韩国新万金营地举行，不过因为当地官军第一天就传出将近400人吊山，和英美等国的童军成员陆续撤离营区。Over the past 24 hours, we note the significant resources which have been mobilized to improve the campsite's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to help participants cope with the impact of the severe heat wave affecting this country have had an increased improvement. 未少台湾家长看到囡仔状况，陆续向总回来问。教育部表示，考虑风台北教会也有真热、网通这因素，童军总会初期已经正式向大会请求撤离。这里的原因是第一个台风也要到，也有一些部分啊，不是全部的部分团员的适应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跟大会正式提出撤离的要求。教育部表示，会庭的机票甲后续观光参访行程拢是家己出钱，因为台湾代表团的人数未少，除了爱将营地复原以外，后续都会安排，也需要韩国方面来协助。记者综合报道。美商科博伫台湾的公司进前是无张无弛，要甲这桃园观音厂收起来。9月底呢，要甲259名员工分配时头路，有真侪人的年资拢超过30年。今仔日因就去到 AIT 头前抗议，要求科博美国总公司的代表拜四就爱早协商方案来协商。那桃园市劳动局也依法要求劳资双方伫明仔中昼进前，爱提供强制协商的出席名单。伫这年热的天气，美商台湾科博公司的员工上报到美国在台协会 AIT 抗议，因为科博进前无有件工具，8月7日停工关厂，未少年资超过20-30年的老员工，向向都无头路。台湾资方跟美国的资方都不闻不问，迟迟都不碰面。我们今天来 AIT 在台协会的诉求就是这样子，我们诉求的是说，给我们最后一点的小小的补偿金。今年目到4件，互259个员工无法度接受。罢工进入第4天，传出美国总公司副总裁 Hilton 要参加拜四的强制协商会议，所以工会透早会员大会了后，决议也释出诚意，为初7下晡2点40分开始，暂时停止罢工，呼吁公司代表一定要有必授权对应方案来参加。罢工重启的条件就是公司是否有提出善意的协商。如果说我们发现不论是协商的人有没有方案，或者是说到周四谈判桌上还是现在的方案的话，那工会绝对会坚持到底，抗争到底。根据我们大洋解雇劳工保护法的规定嘛，要请他们各自指派名单啊。如果在中午前没有指派出来的话，那主管机关可以代为指派这样啊。员工要求合理的关厂补偿金，希望公司赶紧解决劳资争议。现场所交出来定情书由警方转交予 AIT。同市劳动局表示，发布劳资双方公文已经要求7月中到进前爱恢复参加会议的名单。到这个为止，科博公司的电话拢无人回应。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变作是朝野讨论的议题。早起财政部特别召开记者会，强调数字的讲话，而且也表示讲，这特别预算甲总预算拢有遵守法定预算的程序，受立法院甲审计部的监督。无论是这特别预算或者是总预算，拢有伫咧管控，无可能做假消白。最近蔡政府执政期间债务的问题，正做执政党甲在野党激烈攻防的焦点。早起财政部召开记者会表示，这几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毋但减少机制，还佫增加债务成本。政府长期债务的比例，伫蔡总统2016年上任的时阵的33%，2019年年底降到29.6%，2022年年底降到29.3%，到今年7月底，实际上的比率是27.2%。我们编的这个总预算呢，本来是30.7啊，就是那个在线比是30.7，但是到目前执行结果是27.2，所以我们还可以举债空间呢，就是还有2.8兆。黄清华表示，特别预算甲总预算除了遵守法定预算的程序，嘛受到立法院甲审计部的监督。特别预算嘛是依法采分年或者是分期编列，而
而且以计划分年执行，并不是做一届机制。而且蔡政府上任到今年7月底为止，总计机制是4350亿，比马政府一条7300亿，甲阿扁政府的一条4900亿要较低。无论是特别预算也是总预算，拢有纳入这项管控。我们的税入增加了，要加上节流，所以我们减少举借数呢是4825亿。从107年到去年为止，我们增加还本的总数是达到5227亿。目前华强调讲，政府债务管控已经比其他国家较严格，嘛有设债务成本的机制。若甲G20的国家来比，台湾的债务占的比例排名是世界第3佳。财政表现嘛得到国际信评机构持续的肯定。不过2022年9月，目的互台湾信评是 AA3， 飞机互台湾 AA。今年4月，普准普尼互台湾 AA+， 这绝对毋是家己讲家己对的。记者综合报道。除了是麻生太郎让12年过来访问台湾以外，也是台湾日本1970年断交了后呢，自民党访台级数上界悬的干部。在台湾期间，麻生太郎除了去参加开拓格兰论坛，也去见到总统蔡英文、副总统赖清德，而且拜会外交部长吴钊燮、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也有台北市长蒋万安等人。访问成员呢，也去祭拜前总统李登辉。不过，日本媒体是认为讲麻生太郎一届会见到蔡总统，也有赖副总统等政要会谈，可能会引起中国强烈的反弹。讲到这征战计划甲特别预算等财政议题是继续伫咧冤，国民党立委詹明忠就批评蔡政府，讲这特别预算也未机制一条至到一条5，后一个会期会提案改抬掉。不过，民进党立委曾水雄就驳回讲，有人质疑这债务藏伫咧特别预算内面是故意去误解的，逐条预算拢有经过立法院审议通过，毋是讲要抬就当抬掉的。伫这份各界拢伫咧讨论前瞻计划甲特别预算等财政议题，总统蔡英文几工前才否认国民党批评其坐老虎子孙。国民党立委崔捷搁再批评蔡政府，这个特别预算常态化是替政府估值找借口，而且前瞻计划只若是拄到民进党这边的管制，就拢站做绿灯。为什么看到了民进党就开绿灯？相关建设经费应不应该给？应该给，但你的钱有没有花在刀口上？那为什么现在碰到选举到了以后，就用其他的方式啊，然后那地沟到菜刀说我们有潜藏的预算？好，那请问一下，潜藏的预算在什么地方？请国民党党团讲清楚。国民党立委詹明忠讲，特别预算也未估计一条2到一条5，后一个会期会提案三读。也有要求财政部长曾水云要讲清楚相关议题，不排除要邀请他来做辩论。1兆2到1兆5的相关的举债余额，他不想借，也不承认。我们下会期国民党党会提案，把这个举债额度删掉。这种讲法是好像把立法院当成一个竞技场，讲得很有创意啊。是讲这一种说把预算通过了，要把它重新要把它作为删除，你怎么来删除？因为民进党主席郭文铁是批评政府将特别预算常态化是做假笑。民进党立委洪新汉认为，相关指控关系到台湾伫咧国际上的信誉，要求假讲的人就要提出明确的证据，若是提不出证据，就应该道歉。记者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个巴基斯坦也传出着火车败北意外，造成30个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目前是有人掉在车厢内面等人来救，事故原因也等咧调查。车厢变过链仔也甲规涂骹，火车败北了，变甲外国起错。救援人员对战破变形的车厢内面甲人救出来，有一寡伤势较轻的人是家己爬出来。बस इतनी मिट्टी फैल गई आके सारा मेरे को पता घर से गिरा पता नहीं सारी सड़कें गिरा अफरा तफरी में बच्चे थे उसमें बूढ़े भी थे तो किसी के टांगे टूटे थे किसी के क्या हम उनको निकालने में मसरूफ थे 这台有10节车厢的火车载差不多1000人，伫南部的圣德省离上大城克拉兹差不多275公里的纳瓦布沙阿奇败北。纳瓦布沙阿奇甲附近地区的大型病拢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铁路公司的发言人讲，至少80车厢败北。
रेस्क्यू का वहाँ शुरू हो चुका है और रेस्क्यू का कंप्लीट क्या वजह बनी कि इस तरह का वाक़या पेश आया उसके ऊपर भी उन्होंने तफसीली गुफ्तगू की और तहकीक का आगाज़ कर दिया है और उन्होंने कहा है कि मैं उसको पब्लिक करूँगा。铁路部长老费克讲，初步调查显示，列车迄当阵是以正常的速度伫咧行，当局正伫咧调查败马原因。目前通往新德省内陆地区的列车暂停营运。巴基斯坦的铁路系统旧国后常常发生意外，2021年新德省2列火车烧弄，就造成40个人死亡，几60人受伤。当地媒体报道，2013年到2019年之间，总共有150个人因为火车意外而死亡。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中国山东伫初六半暝啊发生规模5.5的地震，深度有10公里，上报有23个人受伤，126区呢有这厝倒去的灾情。那风台大数落继续伫咧中国的东北部伫咧落大雨，造成这大水。已经有14个人过往，1个人失踪，其中1名救灾官员也方证实讲，伫咧救灾过程已经死亡。初六透早2点33分，伫中国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发生规模5.5的浅层地震。伫监视器看到地震下的时阵，真侪物件落来。国营媒体环球日报讲，这是山东10几年来上大的地震。瓦小了，错了，就是那开的冲盖了。有一寡厝的砖仔墙倒去，有的是壁壁损，厝内天棚加壁面的红门土也拢下来。这是村里受损最大的一处房屋，但是房子里并没有住人。平原县目前已经发生余震52次。这边地震伫咧北京、天津加上海拢感受会到。新华社报道，中国当局已经启动国家地震4级应急响应。平原县供水、网络加通讯基础设施拢正常。不过伫迄天早起有几多百台火车停驶。另外伫东北地区，因为风台杜苏芮扫过，初5雨继续落，并且通报更加侪死亡加失踪的案件，一个撤离几多千人。国营媒体报道，吉林省苏南区连续几多天落雨，死亡人数一直增加，包括雨水冲走的苏南区常务副市长罗旭东，一个政府委员就困困。路上积水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连日的高温又让水面升腾起一层雾气，视线很模糊。昨晚水库一个溪流的水位开始降落，伫进前水正大，而且情势愈来愈无乐观的时阵，救灾单位讲有70几万人的苏南区，要甲19000人先撤离。另外，互大家叫做北方大娘村的迄两工省，伊的东北部也因为做大水，田拢被水淹去。其中13真有名的五常大美的五常区受灾正严重，产量将会受到影响。农民恐惊规年的辛苦拢会变做白了工。当局讲，迄两工省有25条河爆发可能会放弃，已经派救灾小组过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来自42个国家的代表，初5伫咧沙烏地阿拉伯舉行2天的國際和平解決烏克蘭戰爭會談。來參加的國家代表攏同意尊重烏克蘭主權，大部分的國家也包含中國在內，攏認為講，若準備閣再舉辦這款的會談的時陣，應該繼續甲羅西亞擺渡在掛。一場2天國際和平解決烏克蘭戰爭會談，初5伫沙烏地阿拉伯展開，40個國家的代表佇吉達參加這擺會談。沙國扮演調停角色，美國、中國、烏克蘭甲印度、巴西較無願意徛邊徛的國家，攏參加這擺會談，暗過擺渡俄羅斯。Там представлені 42 країни, різні континенти, різні політичні підходи до глобальних справ. Але всіх єднає пріоритет міжнародного права, і саме для цього Україна запропонувала формулу миру, бо міжнародний порядок, заснований на правилах та порушення російською агресією, має бути відновлений.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去透過視訊，宣傳舊年提出了10點和平方案，佢希望喺秋天時陣達成共識。參加大部分國家，包含中國在內，攏認為這擺舉辦同款形式會談時陣，繼續擺渡俄羅斯參加。俄國外交部是批評真含糊。澤倫斯基進前去一個機場巡視，除了俄羅空軍的防空成果，也講到美國愛國者會談甲德國 IRIS-T 防空系統和烏克蘭有明顯的成效。Сьогодні заслухав доповідь щодо використання нашими воїнами передових систем ППО, Петріотів та Айрісів, які ми отримали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Дякую кожній країні, кожному лідеру, які допомогли з ними. Потужні системи дуже ефективні. Вони вже дали вагомий результат.
伊阁表示，过去一礼拜俄罗斯攻击大部分互乌克兰拍落来。公司新闻电话人朋友。有民众伫咧彰化社头清水岩的18弯古道发现上清者，可能是破病互劈伫遐的烟墩。有学者伫咧烦恼讲，一寡破病的烟墩若准乱劈，会去影响到原生种的生态。东方所表示讲，目前有采检要消毒啊，因也会含警方指挥来追查。顶山步道边啊，规涂骹的烟墩，有的是鸟门落了，剩一口气。有的是走到车路去用交过，彰化县社头乡清水岩18弯古道，疑似去用等2000多只烟吞伫遮，互经过民众感觉真惊吓。拄则人嘛掠几啊只尸体啊，真的很残忍的。整个马路啊，车高高呢。陈庆福讲，当地是水源保护区，日前举办夜间生态导览的时阵，发现大量死亡的烟吞，可能是有人买饲恶意等伫遮。或者是民间放生的行为，或者是烦恼烟吞带有禽流感的病毒，会影响到当地原生的物种，造成生态浩劫。呼吁主管机关应该赶紧来移除。这一些不健康的个体呢，它可能会带有一些疾病，像禽流感之类的疾病，那也可能会传染给当地的一些原生的一个物种。而造成生态上的一个问题。查获确实是禽流感的案例的话，可以裁罚5到100万，就会违反到那个废弃物清理法。那我们会请警察单位提供看看有没有影像来追查，是不是有民众来恶意丢弃。彰化县东方所表示，已经派员采检消毒，佮请警方调阅路口监视器掠凶手。若是确定检体有传染病，会使以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开罚5至100万罚款，但施废禽畜废弃物，另外会使以畜牧法处3万至15万罚款。记者综合报道。花莲警方伫咧巡逻时阵，发现车顶2个查甫人拢无下安全带，甲因走落来时阵，锁一个落车了后随逃走。警方掠到人，才发现讲，这是伫咧台湾居留过期的外籍移工，除了爱甲遣返以外，甲车的头家同款爱防罚。无绑安全带，拿小小货车互警方查落，副驾驶穿感色衫的查甫人落车想要离开，毋过环境阻止了后，搁向后边逃走。警方骑骑车上。对咧，并抢回了后，遭500公尺，最后将嫌犯压制伫涂骹，后未少过路人拢惊一条。不知道，就看到警察追他，从那边运动啊，橘紫色的衣服就从那边跑啊，警察在后面追啊。警方调查逃走的查甫人姓吴，今年40岁，是居留过期的越南移工，平常时伫工地做工啊，因为无工作证才会逃走。边仔拿熟悉的查甫人是工地同事，警方定性了已经撤回，搁追查头家的身份。经查，该名乘客为逾期居留之外籍移工，警方将其依法逮捕，并解交花莲市专勤队侦办。花莲专勤队表示，照职业法请非法移工，会罚15万以上75万以下罚金，5年内各违反刑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并科120万的罚金。目前国内有82822个失联移工，花莲抓到9案的移工，拢是送去宜兰安置等待遣返。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这运动场所会当愈来愈舒适，宜兰含罗东运动公园的16个篮球场，拢要改做一个厝顶，盖一个厝挂就对。那这厝顶呢，会按太阳能板来发电。不过是有在地居民是真反对这太阳能板，甚至还佫用地有问题，沙丘啊等等共款有人有意见，或者工程进度一再受到影响。县政府表示讲会继续沟通，希望伫咧明年3月时阵会当完工启用。宜兰运动公园篮球场，去有时间的围篱啊围起来，想要拍球的民众一直等无球场开放，是感觉真不满。拖太久了啦！你说围起来马上有动工就算了，他围了应该有半年了吧，都没动。宜兰甲罗东运动公园有16座篮球场，县府规划全部要砍挂，变做太阳能供电厝顶的球场，不过拢拄着阻碍。有居民认为讲，宜兰运动公园做供电防雨球场，伊感觉无好看，日头跟反射嘛真惨目，反对县府这政策。不好看呐、怎么说？好像那个做太阳能是不是？对对对对。这样会眼睛会很刺的。刺。除了外观，宜兰甲罗东这2个篮球场的工程，还佫拄着协调用地、工程审查甲沙丘啊等等的问题。原本按算5月完工，不过一直到现场敢若看到时间的位置啊，而且了咧做工程设计，
至于外观的部分，当然我们也会持续的再跟民众来做好相关的沟通。因为对于我们的这些打球的这些年轻人啊，这些运动者来讲，其实都是多一个雨天可以运动的地方。县府讲，厂商伫2月都甲围篱啊围起来咧刷球啊。宜兰运动公园刷46张啊无落，嘛好种黄金雨。因那罗东运动公园刷11张为连幕，刷球的问题已经解决。罗东运动公园篮球场已经开始施工。因那宜兰运动公园篮球场，居民反对供电的问题，要爱沟通找共识。要拼伫明年3月，篮球场拢会当完工启用。记者综合报道。疫情过后，这护理师是变较真欠。目前毕业出来护理人员，逐年只有6成外，真正有去做护理师，而且逐年呢，拢搁再有5000人离开职场。工会就呼吁讲，若准无继续来解决这薪水上低问题，甚至是在职学生的培养，未来护理师欠工的情形会愈来愈严重。疫情期间，护理人员穿防护装备，伫室外替患者采检，辛苦轮班，甲烦恼厝内人防过着。这款生活经过2单月，有袂少人拢感觉伤忝头，抓时头多。那护理人员欠卡缺的问题是一直维持高大。有限的人力怎么去满足职场的需求？就是延长工作时间、加班，或者是降低他们的休假系数。医院为了要继续的服务民众。他当然就是纷纷的关床，薪水比先进国家更较低，上班的时间煞颠倒较长，尤其是夜班，一个护理人员可能要顾20个患者，而且假使少，当年加入护理界人才是愈来愈少。捌做过护理师现任立委陈静斌调查发现讲，最近9000外拄毕业的学生当中，虽然有7000到8000外人有考证照，不过实际来到工课场的干那4000到5000人，而且逐年一直有人咧离开，因为假使少的问题，伫学校这部分护理相关的科系要找老师嘛真困难。很多专科学校会觉得说，我们都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得生存啊，那都不敢聘老师，或者不敢聘高阶师资，或是说如果高阶师资都觉得在五专能够到科大，能够到像我们学校国立学校，就会跑掉了。以明年来讲，113我们会公告一个针对专科高阶师资提升的话，我们奖补助都有增加。我想这个也是护理协会给我们的建议。卫福部表示，已经请各病院针对轮班的护理人员爱顾病人的比率开始来调查，希望透过数据来制定更加合理，而且是接近临床需求的规范。另外，嘛会检讨健保相关的奖励等等的制度，来甲人才留好调。记者施家林志坚综合报道。专门做外销的台湾产业，亲像钢铁、阿毛土、化学肥料等6类高碳排产品，即马因也开始伫咧烦恼这碳关税问题咯。这钢铁工会就表示讲，除了企业爱提升竞争力以外，也需要政府来甲因斗相共。有专家认为，台湾的碳权甲一平台爱自信透明，台湾碳权发展也爱和国际相接，保障中小企业的参与权，也爱降低减碳压力。后边碳边界调整机制，也就是俗称的碳关税，将会自2026年1月正式实施。初期碳关税征收的范围优先锁定钢铁、阿木土、化学肥料等6种高碳排产品。这个主要做外销的台湾产业遇到碳焦虑，产业焦虑是一定的啦哈。在政府的协助底下，当然做了很多哈，那可能还是力量大概有所不足，确实是需要政府来投入。不管是照明设施设备或是马达的更换，那这个其实也都是能够让一家公司能够落实到自己公司本身的碳排放减少的一个非常直接的手段。全世界对于环境议题的抬头，大家都对这个东西越来越重视，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企业在考量盈利之外，它必须不得不纳入的成本。专业界讲，想要减碳，就要对技术或者是换设备来做，成本一定会增加。除了减碳以外，碳权的教育也是正定转型的最后手段。台经院董事长吴中书就讲，台湾是制造业大国，针对碳权管理要有监督，要更加多元化执行。就像是协助企业定期公布碳排放，另外碳权的交易平台就会增加透明的进行整合。上重要是一定要跟国际接轨。构思的时候，将来要怎么跟国际接轨，一定要好好的思考，不是只有自己这个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不太好的哈。第4个呢，就是要怎么保障中小企业的参与权。针对碳权市场，专家认为一定要建立处罚加奖励机制，
碳权的介绍也有流通性，才能让台湾的碳权市场健全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到咱国内碳费按算伫明年要开始扣，台湾碳权交易所总公司伫咧高雄的两体科学园区挂牌，未来碳交所营运项目会分做国内碳权交易，也有国外的碳权买卖，甚至是碳咨询三大项目，而且也会提供教育训练。重工业发展真侪档的高雄市全台200多间碳排大户来看，高雄都有90几间，嘛，互高雄碳排量是全国2成，一档碳排的量是5700万吨。政府甲2025档净零排放的目标正式来立法，后面嘛推出着碳边境税等等的因素，因此催生着台湾碳权交易所，嘛由总统蔡英文亲身来揭牌。国内碳权的交易的部分，分为自愿减量额度的交易。跟增量抵换的交易2类，满足企业抵减碳汇、实现碳中和及因应环评抵换的需求。未来碳交所会分做3个交易板块来营运，包括着国内碳权的交易、国外碳权的买卖，还佫有碳咨询。伫国内会以自愿减量的野度交易，还佫有精量低换交易这2项来满足着企业的需求，嘛会提供着人才培训的资料。净零转型是我们最长远的国家发展计划之一，也是让台湾走向国际的新的契机。我们没有松懈的空间。政府当然就有责任来促进关键领域的这一些技术创新，还有引导产业的绿色转型。中央指出，台湾经济是真关度来挖靠着出口，成立着碳交所会当缀着国际的脚步，甲碳权放伫市场，会当创造着诱因，嘛会当带动着青色经济的人才培育。高雄市政府嘛强调，已经组成着产业的大联盟，未来会向着大企业带着小企业的方向，互这个政策会当更较好推动。记者王柳婷、柯正俊共报道。南投德山为着要推广在地地美，举办国际地道节。南投县唯一有一个布袋戏剧团的德山国小呢，即届是受到邀请来参加地道节。搬嘉庆君游德山，观众是看甲真热闹。学生囡仔伫台顶搬布袋戏，一点仔拢袂输大人。南投德山国小的布袋戏剧团新立3档，摕过侪奖项。受邀请参加今年的国际茶道节，特别带一出嘉庆君游德山的戏来给乡亲观赏。现场也看到我们的很多长者来这边做这样的一个观赏啊，来回味一下早期的这样子的戏曲故事。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可以让更多人认识这个布袋戏，然后不要让布袋戏失传。德山国小把布袋戏设计入去课程内底。用传统技术修养学生的品德，望会当传承这项豆豆仔咧习团的基基。我们把这个课程引进学校的校定课程里面，如果能够透过文化的力量，展现自己学校的精神也能够学习别人的文化，然后可以让这个文化传统更多彩多姿的传递下去。我个人觉得布袋戏可以帮助我练习我的闽南语之类的，因为我的梦想是想要自己创那个一个布袋戏节目，想要把布袋戏推广出去。虽然不甲大粒官、小粒官，不过每一个学生拢表演甲真欢喜。这群小小的技术家，当咧伫团结的路上打拼。记者综合报道。好，这戏要搬了好，台语爱加讲。咱来看这屏东东港的大潭国小，因推动生活化台语课，带囡仔行入社区，了解在地产业，甲老大人交流，认捌着故乡。或者学生囡仔也家己来创作，记录着本土语言和乡土教育成果。一张一张古水的彩绘，画出东港的海洋特色。边仔阁有华语、台语的底文，传达囡仔所看到的世界。这是屏东大潭国小的学生共同创作的图文集。画我们自己的作品，学校也让我们做一些海洋和童玩的画图，所以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学到很多关于海洋和童玩的东西。屏东东港的大潭国小将本土语言融合乡土教育。
带学生囡仔行入社区，认捌家乡，去甲勇士湖交流，了解在地产业，嘛去关怀据点，甲老大人斗阵算、斗阵学，互囡仔对规个生活环境当中来学台语。结合我们大潭的海洋、铜湾，以及我们东港大潭在地的一些人文景观的这些的内容，我们做成了一个大潭囡仔的一个创作的一个绘本集。大潭国小嘛，教囡仔以图文创作来呈现本土语言课程的成果，互因愈介意台语，愈有自信甲兴趣来讲台语。教学成果嘛得到教育部的肯定，校方会继续来推动生活化的课程，互囡仔自然学习台语。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是父亲节，华山基金会举办父亲节音乐餐会，伫大饭店内面办袂到20桌，邀请买到100位的老大人来遮食饭。现场还有5位超过100岁时代组成特级乐团表演节目，这气氛是热烈滚滚。这5个超过100岁的时代。斗阵演奏老歌也来响，来展现因的活力。这个闹热的场面是华山基金会替独基甲弱势社会人举办的一场合作优雅变老音乐会。现场的气氛是真热佮活泼，大家拢真欢喜。102岁，什么乐事都可以。你哪里多了？被子啊，奶粉锅啊，灯子啊。鼓棒、做鼓棒，什么都可以。一个食到102岁阿公，伊的身体真勇健。伊常在出门甲朋友做伙用生活用品来练广告。练团是伊上界快乐的时间，嘛是伊健康食饱日的撇步。这几年办了一个人瑞的打击乐的活动，希望把这些长辈呢，借由这些音乐，或者是借由走出家门，能够跟他同年龄的长辈做一个交流。每年的3节，我们都会为这些长辈办理3节的庆祝活动，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一起来加入我们。华山基金会表示，在全台湾有说400个爱心填赛站，服务要3万的失能、失智、甲独居、无依无靠的老大人。最近大家拢在替老爸做父亲节。基金会嘛邀请买100个阿公甲阿嬷，伫大饭店开20桌，甲因做父亲节，嘛希望社会各界会当关心这阵较弱势社会人。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所有观众朋友来看这个天气的部分，今仔日甲明仔载呢，就受到这西南风影响，中南部较高落雨，或者是雷公雨，尤其是南部山区落大水雨几率真大。也若讲到这东南部地区也会透火烧风。若讲到明仔载北部偏湖、金门地区呢，也会落尽雨，其他地势。就是其他所在呢，过昼了后，地势较悬的也会落雷公雨，民众就要特别注意。这下晡晡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吉人到新竹对31度到37度，苗栗到云林对29度到33度。嘉义到屏东对29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30度到36度，偏湖金门马祖对29度到33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下晡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相会。